大家好啊！今晚夜咧有隻講師嘅客家朋友阿龔先生來留我哋講下客家話，唔該你先老觀眾朋友簡單介紹你自己先做得嘛？好嘅，大家好，我係廣東客家人，不過你因為喺陸上部拍嘅，叫雙戰，雙戰係比較少講客家話嘅，有兩個雙戰嗌見嘅，因為其他一隻現場就兩個雙戰要講客家嘅，大概一半人。你講你係講師博派客家人係啊？唔係，係用練嘅，不過唔係陸上部拍，係其他人嘅，其他人嗰邊好少講客家嘅，有兩個雙戰係講客家嘅，不過第一半人係講客家呀。喺其他人係講乜嘅話？講拍話？拍話也唔係拍話，係本地話係現在拍話嘅分支，係叫六片即係用練嘅本地話土話。哦，你有講一種土話冇？有講啊，就係講客家嘅人係少數出嚟當地。所以我在現場呢，這兩個雙戰要講客家嘅，就第一半人有，大概有成5、6萬人。一般二係講係其他客本地話嘅。哦，就係你去到現場咧，你就會講本地話。唔使雙戰，一不講本地話，也可以講客家話，因為一般人都講客家，一般講本地嘅，兩種話都識講嘅。從到高中就講本地話喎，因為高中基本上都講本地話嘅，客家人都少。你有爸爸媽媽都係客家人啊？唔係，我老師係講客家嘅，我咪係本地嘅。喺出福卡兒講乜嘅話咧？就客家咧講普通，唔係講客家嘅，客家因為我日村你會同你講客家嘅。啊，即係你媽媽都係老人都係講客家嘅。爺爺半傻半解，亦講客家嘢冇講得順。我哋係原來住在呢從新南搬過來嘅，新南太平。係幾多年前搬過嚟啊？啲10多年嚟，10多。係就3、4、8年前咯。乾隆年間，乾隆。睇你有冇去過廣東去潛一見啊？冇試過啊，有啲叔伯試過，我冇試過。即新南太平。除咗老廣東嗰邊嘅親戚係有聯絡嘅。有識其他人咧有聯絡，有隻樹堂仔都有。那識得啲人咪啦，識其他人啦。不過你口音老嗰邊口音有啲唔同喎。冇一樣，同客家同嗰啲北派陸傳嘅唔一樣，有啲像嗰啲飛揚嗰邊，係用北羅，我覺得像啲北羅嘅。你哋有冇做釀豆腐嗰啲東西？有釀豆腐、腐咖、辣椒都有，不過我釀啲豆腐係油炸豆腐，唔係一種水豆腐啊。哦，你嗰邊中意食辣椒呀？冇係中意食辣椒，你要冇食到黏辣嘅，嗰啲菜椒啊。哦，你講嗰啲釀嗰啲椒呀，啲肉放落去啊？係啊，釀辣椒啊。哦，我以為你講拿辣椒嚟炒嚟食嘅。係炒嘅，還要裝啲唔一隻唔係講砧板，不過同一邊啲太婆嗰啲冇一樣喎，嗰啲太婆老鼠板，我哋啲板就圓嘅，像隻饅頭咁樣嘅。哦，你啲也喊做板啊？啲板啊，啲板放豬肉啊，放黃豆芽、竹荪之類嘅，又可以煎住，也可以水煮。你幾碼出嚟煮啊？咁那一菜肉蓮啊。哦，你有冇來過廣東料嘅？有廣東嘅，第一時就學廣東嘅。我老祖我妹就喺邊做工嘅，在觀瀾啊，觀瀾應該新聞係看年齡係個唔嘅，在龍崗嘅那嘅觀瀾嘅應該嚟過咪啦。一時在廣東在唱禿條殼啊，禿條殼也要學到客家人呢，不過佢哋啲客家人全部照嘅，班照嘛啲，佢那人基本上冇人喺度上。要少數幾隻行人喺度上。你講你以前在廣東讀小學？係啊，廣東觀瀾啊。哦，係幾年嘅事情啊？有幾年啦，97年開始，30年啦，
唔單緊啦，佢愛情是咪全部都係講客家啊？要本地即講客家咧，本地一聽即講客家嘅，滾蘭係啊，廣南好多數講客家嘅，講拍話嗰時候，佢兒有冇攞啲同學講客家咧？以前咁你講客家啊，就係後面兒要轉到廣西去，你唔會出嚟啊，上港地啊，佢兒係中學出廣西讀係有咩咯？初中嗰陣時，因為一邊讀書都用學教嘅，要交學費，要幾萬，哦，難教嘅。以前都係睇廣東嗰啲電視台啊，哦，翡翠台、本港台都係睇嗰啲啊。哦，出廣西也係看日條嘅，廣地看唔到，喺在廣東嗰時看翡翠台、本港台啊、珠江台啊，兒有冇兄弟姊妹嘅？有兩個兒子。就老家條應該都係講客家咯。咁假如嘅同一個客家啦，而家條喺邊有冇後窗嗰條太太嗰條客家回復咁樣嘅建築啊？冇要，我以為係後生嘅，要就自拍，你看搬過來幾百年，可能就得幾千年，總共有好多都搬出去嘅，要村可能就得幾百年、1000年冇得。加上你一啲加過來啲喎，一啲咁一邊橋，咪點樣咧？跟住行一邊橋嘛。出廣西講客家嘅人有冇三分熱啊？應該冇有，大概有5分熱吧。主要係陸川、白柏，還有河照、貴港、柳州有少部分，其他都係冷淡淡嘅，即幾個地方不多啲。哦，其他係講乜嘅話嗰度講拍話，還是講裝話，講咩話？好講比較複雜啊，要拍話，不過嗰啲拍話要盲同，啲係要盲同，基本上可以溝通。有啲少數民族多嘅地方就講蒼話嘅，柳州、桂林就講啲桂柳話，像嗰啲像地川話有點像嘅。你曉講蒼話嘛？蒼話唔曉講啊。應該講蒼話人都有三分熱吧？蒼話也好複雜嘅，有啲要冇溝通得到嘅。我今晚咧，我好開心做得到廣西嘅龔先生講客家話，多謝你啊！好嘅，再見。